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4月1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，我是陈淑君。新闻头起先咯，咱先来看4月初3，花莲发生规模7.2的大地震，到今仔透早6点哦，又搁发生至少864件的地震。目前灾区搁继续在搜救。进前德鲁区沙卡当步道找到5个遗体，经过 DNA 比对哦，确定是新北市姓游一家伙5个人。另外，花莲的天王车大楼昨暗已经拆到6楼了。关就继续清理土石。花莲县政府讲，天龙星大楼拆除过程中，若拄到有动物会暂停作业或动物逃生，因为评估建筑物扫毁的情形稳定，只敢保留饭店边一支 H 型杠牛，到12暗已经拆到6楼。值得民众的物品都会送到那个刑警的帐篷这边做一个登记，晚上会将7楼跟6楼这边完成拆除。另外，沙卡当步道找到的5具尸体，经过法医采集 DNA 检体比对完成。花莲地检署证实，确定是新北市姓游一家伙5个，验过失联的新加坡翁仔某是还未找到。搜救队12继续伫咧1.8 K 到2.2 K 的所在找，验过2.2 K 第2个旁边的所在，突然间有真侪石头落来，上大粒的有一台车遐大。搜救队员甲搜救狗嫌互伊喊着。考虑到安全，搜救行动先停来。有大量的落石崩落，所以我们同仁还有搜救犬目前在闪避，然后刚刚已经暂停了我们的搜救行动。因那中和矿场所属信销司机的进度也发生意外，一个整理路面的怪手和落来石头喊着油压降车歹去，好在再无影响搜救行动。大型机具拢已经来到团出怪壁的列区，按算13世纪开始学，地震了后真侪所在受损，也是有游客无顾安全走入去造成报道。报道真侪所在崩山石头陷来落基海去，林业署委托施工业者清运，看到游客因也真担心。我们评估这段步道目前算是还蛮危险的，我们是在前面有做了2道的封闭方式。林业署强调，会采监视器取缔，告发迄款违规走入来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关心伫3月底发生的宝林地设食物中毒的事件，计共通报34例，有2个人死亡。本地伫嘉湖北房的4个重症患者，拢已经清测了，其中有1个人按算后礼拜要换肝。卫生部组长王必胜12证实，宝林地设食物中毒案件，带伫嘉湖北房的4个重症患者，昨晚拢已经清醒，其中1位后礼拜要换肝。根据医院的回报，那4位他现在的意识都清楚了，但是他们的肝脏受损都还蛮严重的，可能都要面临这个所谓的肝脏移植，也就是换肝了。那有1位可能下个礼拜就会做换肝了。宝林地设中毒事件是台湾第一遍验出邦克列酸，其中受伫2位患者的马偕病院，是上早发现锁定毒物种类的团队。发现这2个病人都有相近的一个异常点这样子，那所以我们就通报了当时的值班医师，会不会有什么外力介入，是不是被下毒？所以我就紧急的就搜寻一下文献，果然查到说，其实这个全球案例虽然少，但是曾经发生过，就是在2020年广东，他们也是有这个河粉的中毒案。所有将讲2个个案让3天，是靠着医疗团队警觉加详细问病史，掌握到关键就是因拢有食过食物河粉来查文献，判断出台湾第一件邦克列酸中毒案件。因为台湾之前无相关的治疗经验，所以卫福部成立群组，将这边有受伫中毒个案的病人拢加入，互相交流较好的经验。我们还是希望病人的这个肝脏它有机会功能能够自己恢复，当然不得已到最后必须要进行肝脏移植的时候呢，肝脏移植之后，因为未来它必须要终身服用抗排斥药，那当然会对体能会有一定的影响。医疗团队用会长电话，重视肝优质的支持，随时监测，以北来器官功能恢复做目标。回头看这件台湾第一例邦克列酸食物中毒的案件，目前死亡率6%，比文献记载致死率3成以上少真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哦，咱先来看《中国时报》。
今仔苗栗市长、跟云林后会镇长、麦寮乡长、跟有台东、台武乡长未补选，宜兰燕山乡长、跟有台中市第15选区2席议员嘛未补选哦。外界认为讲，总统大选了后，透过这届的补选，会当来了解哪别列上新的支持度。再来看自由时报，过来台湾一个细地嫌犯涉嫌甲对方的人士合作，伫台湾买护照一本1万块，再佮用30倍介绍卖互需要的中国人哦，至少卖掉50本的台湾护照，违法入境欧洲等真侪国家。警方宣布破案，嘛甲嫌犯移送法办。再来看联合报，进前一个新北市的高中生伫学校哄抬死，涉案的学生阁有西人犯案的间客妹，移送检方侦办哦。因为因拢无提出控告，少年法庭昨日移交杀人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，法官嘛裁定羁押禁见。再来看台北市树林地方法院一个姓李的法官哦。昨日半暝12点外，对宿舍跳落来不幸过往。伊在先进前又讲到讲，最近办案的压力是真大。昨法官协会嘛呼吁司法院应该爱改革，来减轻法官的负担。接到有民众对楼救护车赶到现场了后，人已经无喘气心跳，送去抢救，又挽救无倒来。蔡国民法官伫法庭演练不幸过身的就是伊。树林地院姓李的法官38岁，司法官52期毕业，主要升审、性侵、金融等刑案，也是台办甲破解案的受辩法官。12半暝12点外，为宿舍坠楼身亡。经过上验了后，拜读外的介入。很多事情找他都义不容辞的帮忙，都非常优秀，真的也热心公益。就让我们真的很讶异，也真的也很震惊了，怎么会是他？完全看不出任何征兆，到现在我都没办法相信。树林地院表示，会被法家属提供相关的协助，暗过伫司法进程，伊捌互太太传信息讲办案的压力大，虽然详细原因爱过调查，暗过也互法官工作沉重的议题，佫引起关注。双方都不上诉，判决书一定要写那么多吗？譬如说，有法官助理。难道不能把法官的心证告诉助理？助理拟出来以后我再改，不行吗？把重要的事情交给法官，而不要减轻他一些不必要的负荷。民团发声制度改革，法官协会也发声明，呼吁司法院1个月内提出具体措施，减轻法官工作负担。建议为限量分案、放领关口等方向进行。大家都承受很大的压力，那为了落实对同仁的身心关怀，那我们是有推出一个心理健康关怀方案。司法院统计全台各地院刑事案件，今年刑事部分为110年，41万多件，去年抢关到将近50万件，办案负担大。虽然司法院有向中央争取情报法官认定，不过依然约不到案件增加的速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看美国、日本跟菲律宾的领导人11在美国北京举行头一届的三边峰会，强调讲因3个国家会做伙防御。会后也声明强调台海和平的稳定是非常的重要，会影响到全球的安全甲繁荣。美国总统拜登11在北京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甲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举行第8美日会3方峰会。拜登讲，峰会是友好关系新时代。美日会联合声明中指出，台海和平稳定是全球安全甲繁荣不欠缺的要素。3国对台海基本立场不变。呼吁和平解决两岸议题，同时也关心北京在南海危险侵略行为，也关心北京对南海的军事化甲非法海事主张。拜登并表示，对日菲2国的防御承诺坚如铁甲。I want to be clear: the United States defense commitments to Japan and to the Philippines are ironclad. 拜登在峰会当中表示，任何在南海对菲律宾无人机船只或者是武装部队的攻击，拢会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。美日菲3国也讲，在未来几年会有更较侪峰会。It is a partnership born not out of convenience nor of expediency, but as a natural progression of a deepening relation and robust cooperation amongst our 3 countries.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也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，强调日本不过限制伫做美国上亲密的朋友，是正做全球合作伙伴，甲美国共同来承担国际责任。Russia's unprovoked, unjust, and brutal war
of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has entered its third year. As I often say, Ukraine of today may be East Asia of tomorrow. 南海紧张情势升级，美国、日本、澳洲甲菲律宾出动海军、军舰甲军机，第一摆伫南海举行联合演习。美方官员指出，北京将即摆的三方峰会看作是对中国恐吓企图的回应。针对连续美日甲美日菲峰会内容拢牵涉中国议题，中国外交部10日预日本驻中国首席公使表达严重关切甲不满。中国海警队10日也伫钓鱼台领海内底巡航，对美日峰会作出回应。公司新闻新竹报编译。再来看越南房地产的大头家万信华控股集团的主席张美兰，昨是互乌志明市人民法院判死刑。伊牵涉到越南史上上大规模、金额超过3900亿台币的金融诈欺案哦。这案阁有85个被告，全部拢互判有罪，其中有4个人要互关14人。越南总书记阮富中所主导的扫毒贪腐运动烈火熔炉，作为西贡房地产大头家万信华控股集团主席张美兰，金额115亿美金的金融诈欺案，甲以前无共是全部公开透明，佮罕见互媒体详细追踪报道。5礼拜定审，团团2700证人出动10个检察官，加将近200律师，证据有104箱总共6栋。伫市场摆搭卖化妆品起家。67岁张美兰甲伊共伴，2011到2022年之间，透过数千间修理公司甲人头户，掌控西贡股份上嘅银行9成以上嘅股份，为当中摕到440亿美金嘅贷款，作为收买土地、炒地皮资金，造成银行270亿美金嘅损失，相当是越南2023年 GDP 嘅6%。And it shows the tip of the iceberg. Many other banks are doing the same thing, maybe to a lesser extent. 检方指出，自2019年1月开始3年时间，这个全国的好家人爱司机去银行领108条越南盾的现金，藏伫家己厝的地下室。这么大的金额，就算全部用越南上大名义的钱来算，也有2栋栋。为确保贷款无被审查，也有大手笔送乌西钱。前永恒首席检察员就因为收500万美金的乌西钱，被判无期徒刑。张美兰甲前永恒官员、前政府官员甲西贡股份上级银行等85个被告，互检方以乌西滥用权力、滥用资金甲违反银行法这罪名起诉。胡志明市人民法院在伊对张美兰处死刑的弹劾，讲安尼被告也全部有罪，4人被判终身监禁，其他刑期为3年到20年。张美兰的先生甲查某孙分别判9年甲17年徒刑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过来消息来看，前行政院长杜英泰昨公布新一批内阁的名单，内政部长刘世芳、交通部长李明安、法务部长陈明侃、教育部长是陈英耀，佮文化部长是作家小野，本名是李婉哦。杜英泰是表示讲，望这个部长会当来为旧的问题找新的方法，为新的问题找到好的方法。罗清德5日空就要就职总统，前行政院长杜英泰公布第2批新内阁的人事，包括内政、交通、法务、教育、甲文化部等5位部会首长。杜英泰指出，新部长拢有稳定前行的条件，而且有专业领域的知识，希望因替旧问题找到新的方法，为新的问题找到好方法。行动创新内阁团队给国人带来更多的安心跟信赖。内政部长由刘世芳来接任，伊捌做过3届的立委、总统府副秘书长等等的职务，对国会甲行政单位沟通拢有经验。也那交通部长是目前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安，伊任内协助推动精站基础建设，而且有土木工程的背景。法务部长是现任台北地检署检察长陈明侃，教育部长是即马中山大学的校长陈英耀。其中真受关注文化部长这个职务，是本名号做李婉的作家小野来接。因为伊演过捌是民众党主席郭文哲选台北市长连任的竞选总干事，这个入阁是真受大家关注。4月初之后才接到征询，然后我犹豫了蛮久，因为我们家人都很担心。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一直问柯文哲，我对每一个机会都会把握学习啦。
我想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原因吧，没什么政党属性。针对其他个人人选有真侪风声，亲像驻日本代表谢中廷传出会接司法院长、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接外交部长等等。杜永泰强调讲，当时的工作还在进行，希望各界莫摇来摇去。司法院的人士啊，一方面是时辰未到，而且也没有做任何的讨论，也没有任何的计划。同时，这个也是总统的职权了，一一的、逐步的跟大家做报告。那520一定是一个完整，而且是有纪律、有共识的团队一起的出现。杜永泰嘛表示，已经甲现任的院长陈建仁通电话，对于带领国家的拍拼甲辛苦表达感谢，嘛希望亲身去甲请教行政院工作的经验，好交接的工作顺利进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台湾的护照会当免签证哦，去全球100外个国家。最近警方抓到一个对中国寄来台湾姓陈的嫌犯，伊甲中国的非法集团哦，以1本1万块的计数来伫台湾买护照，佮卖互中国人用假护照哦入境澳洲。警方伫台湾抓到9个嫌犯，把佮移送法办。连续2届行动，甲嫌犯一个抓起来，会互警方注意到这个非法集团是因为因和中国人士交结，买卖台湾护照，互卖人口的集团使用。甲社群软体拍开，面册社团平台拢有相关的信息，捌是中国配偶的姓陈的女性，指挥同伴伫网络上向国人买护照，每一本上悬是买1万块。甲护照寄到澳洲等等的所在，互境外卖人口的集团转卖互中国籍的人士出入境轻轻松松。大陆籍的配偶，那他在国内吸收宜兰地区的当地的不良分子，来从事这个收购，在网络上收受这个护照来买卖，来牟利。大陆地区的犯嫌会在以通讯软体把需要寄到的欧洲地址，再提供给我们国内的犯嫌。那犯嫌在依据他们的指示以后，把这些不法的护照寄到欧洲地区。互扣起来的证物放伫桌顶，警方调查卖人口的集团专工选台湾的护照下手，就是看准这本伫全国110个国家有免签入境的代语，伫澳洲甲印尼等等的所在已经超过50本互盗用。伫台湾抓到的9名涉案人，因也协助护照的买卖，但也受到起诉。民众不应随意将护照出售于他人，除可能遭他人不法利用外，更可能违反护照条例第29条规定，最重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及并科70万元以下罚金。除了违法的组织买护照违法，律师也提醒讲，个人家己甲护照当作是趁钱的工课，共款是违法的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东南亚的新住民姊妹啊，人数是愈来愈多哦。因过来台湾，大部分拢爱顾家庭，嘛爱换经济。咱来看高雄的正修科技大学哦，请这个新住民来为大学生了解东南亚的食食甲文化，嘛为新住民来开课，协助因考台湾的证照。台语台青春咱的网伫拜六暗时的7点半哦，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住民伫台湾拍拼的故事。那只是我们要晾鱼露，我们把一些脏的东西让它泡水一下，就让它这样子，你就这样给它动一动。底下参观员加一寡香料悄悄的，伫高雄正修科技大学餐饮管理系教授，新住民姊妹啊，甲学生囡仔做东南亚的调味料鱼露，这嘛是学校这篇社会大学责任 USR 计划案内底其中一个项目，或者大学生认捌多元的饮食文化。我想要甲鱼露这个物件，互全台湾人也知影，伊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吼。毋好大家若听着鱼露，就甲边仔垫起来，啊，好食的时阵，佮感觉足好食。根据2024年2月统计，为东南亚来的新住民姊妹啊，都超过17万人。这人大部分爱顾家庭，嘛爱换经济。透过 USR 计划，学校开证照专班，辅导因摕证照，增加一个新的技能。他们说。以前你不会煮那个油饭了，现在你煮不错是每次我煮的那种老狗狗的变成一头那种了，现在煮赞了。可能嘛无一定因着爱食这个头路，啊，毋过上无像我讲，伊讲因大家对伊较好，因翁婿对伊即马加较好吼，啊囡仔会敢甲便当摕去学校食。这几年来，王宝秀甲伊的团队伫高雄新住民比例真悬的基点，做真侪文化推广的活动。嘛，甲因斗相共解决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问题，帮助这群相对弱势族群伫外地好好过日。
很少人跟我说你要照顾自己，很少。可是这个老师真的，他对我很好。大学生走出校园，了解在地需求，有对话才有理解，才有改变社会、解决问题的可能。记者吴定武、林建如高雄采访报道。来看花莲县的岛溪乡哦，捌出现台湾乌熊。林业署调查嘛发现讲，最近3天自动翕相机有翕到79解的乌熊，其中是有真侪对无仔囝，嘛显示讲这个区域乌熊的数量真侪嘛真稳定哦。林业署嘛甲部落族人合作，要来避免人甲熊的冲突。或什么动物在叫，我们就过去，看到很像熊，我们就跑回来。公牛怎么有声音？跑到后面看，哇，看到铁皮都一个洞。根据调查，花莲岛溪乡真有可能是全台湾目前台湾乌熊上济的所在，而且生活范围也离在地居民愈来愈近。捌看过熊分者的人就有8.6%，捌拄过乌熊的有6.7%。林业署自民国109年开始，参专业团队去到当地访问居民，也进一步含因做伙投入乌熊保育。林业署拜5举行记者会，向大家报告目前的监测结果。拍到了很多的母子熊的一个出现情形。代表这边有繁殖的个体，我们至少可以保守估计，至少在这边有20只的黑熊在这边活动。林业署表示，长期和居民沟通之下，因若成立巡守队，配合换改良过的蜡具，也协助伫山顶设立影机，记录台湾乌熊的行踪。根据资料，民国112年开始有4个在地团体成立巡守队，一直到今年已经又搁增加到7个。伫公司合作之下，林业署认为居民配合通报乌熊的状况是好真济。其实我们110年到111年的通报没有很多，但去年就通报了7件。部落族人愿意通报，愿意参与这个黑熊保育的这相关的工作。当地清水部落表示，较早居民若看到乌熊会感觉真惊吓，和林业署合作建立这个监测通报和巡守流程，居民拢真愿意配合，相信人和乌熊会当好好啊相处，因也会继续投入台湾乌熊的保育。记者刘时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推广爸母话手写台语文哦，教育部举办母语文学奖，对97年开始哦，今年已经是第9届咯。鼓励民众用母语来创作，记录这块土地的点点滴滴。古早的文化。念歌团唱出对文化流失的烦恼，为着让咱在地语言传落去，今年是教育部第9届母语文学奖，鼓励大家用台文、客文来创作。这届总共397件作品报名，有学生、老师和社会人士来参加，上尾经54件得奖。今年以红卡地故乡甲德胜摕到双料冠军的蔡秀英，40岁才踏入台语文学界，拼死学台文，就是想要让查某囝对咧会晓讲台语。我上大的创作理念就是写好我要互阮查某囝读有嘛，我手写我口。就是你讲你的母语是啥，你就写啥。承办单位表示，大概有1/4到1/3对母语创作真有热情的作家，逐档拢有新的作品，逐档嘛拢有一寡新人。对文学界有兴趣的大学生张宏文，今年头一届报名就得奖。伊表示，未来也想要用台语文记录故乡的故事。写迄寡故乡的代志，因为我感觉，甲故乡有关系。拢是甲台语较有关系，用台语这个连接来连接我的故乡。承办单位望未来会当有搁较侪优质投入，用咱的母语去记录对这片土地的感情。记者刘时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做伙来看今仔天气详细资料。北部地区上低21度，上悬29度；中部地区上低22度，上悬31度；南部地区上低23度，上悬33度；东部地区上低22度，上悬30度。
华北地区上低18度，上悬29度。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。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早起新闻，我是陈淑君，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。